大家好，我哋係海百佳官立小學嘅學生，我係5A班劉海鳳，5C班吳喜順。今日我哋要介紹茶餐廳文化。香港係一座充滿活力嘅城市，而茶餐廳係呢個城市嘅心臟，快速、多元，充滿人情味。今日我哋就帶你走入茶餐廳啦，我哋嚟品嘗一下不可錯過嘅經典美食。香港茶餐廳誕生於20世紀中葉，融合中西飲食文化。這裏既有港式奶茶、蛋撻，也有改良版的西式吐司同埋菠蘿包。茶餐廳更有不同的行內術語，好似靚仔係白飯，靚女係白粥。首先嚟一杯港式嘅絲襪奶茶，我哋可以先嚟學下點樣沖絲襪奶茶。茶葉經過好似絲襪一般嘅濾網反覆沖泡，加入淡奶，口感香濃順滑，將茶高高咁樣沖落去，帶出茶香、苦澀同埋奶香完美平衡，係香港人嘅醒神利器。接着係港式蛋撻，撻皮鬆化，蛋漿香甜嫩滑，一咬落去，熱辣辣嘅內餡瞬間在口裏融化了。蛋撻永遠係茶餐廳嘅招牌甜品，食完蛋撻好滿足啊！再來一份好邪惡嘅西多士啦！金黃誘人嘅西多士源自法國嘅吐司，就俾我哋香港人發揚光大。厚厚嘅吐司裹上蛋液油炸，外脆內軟，再塗上牛油，淋上糖漿或者煉奶，呢份就係幸福嘅滋味啊！哇，仲有香港經典嘅菠蘿包啊！菠蘿包係香港著名食品之一，60年代開始一直風靡住香港人半個世紀。其中菠蘿油係神級進化，熱辣辣嘅菠蘿包橫切一刀，夾入冰涼嘅厚切牛油，一咬落去是香港獨有的美味魔法。下一次嚟香港，唔好忘記走入茶餐廳。奶茶、蛋撻、西多士、菠蘿包，每一啖都係香港嘅故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個讚我哋啊！